再来，deep fake 吼，大家都知，可以深度伪造，比如讲你去假人、假骗人的面、假骗人的相。犯罪问题台湾之前有一个 YouTuber 就安尼，佢留嘅色情影片底度嘅主角，我一张面，好就变做一个好犯罪问题了。再来，网络攻击，好做的建立法通比头摆还那复杂嘅攻击，还有土地嘅问题，有价值观然后原则嘅问题嘛。比如講咧，有嘛個機器人做嘅啊，古所叫嘅發件喎，但是有問題嘛。再嚟，社會影響有哪度咧？人類可能講唔到啊。比如講，佢將 AI 佢越來越會騙人咯，也就產生社會影響咩？好，但 AI 佢會騙人過後，樣板去確定佢講嘅係真嘅呢，也係假嘅呢。古所就會出現對人工智慧要有管理哦，用人工智慧法。歐盟到2012年提出嚟，韓國、美國國會2021年要提出國家人工智慧創新法案。香港要發出通函，就講人工智慧要有高級嘅原則。中國咯，佢要發出2020年嘅時節，國家新一代嘅人工智慧標準體內建設指南，就表示講越來越多嘅國家發現到呢當道嘅問題，需要大家向下來去探討一下，大家就做嚟想一下，你發現哪度係 AI 呢下可能會出現嘅問題咯。下擺網絡攻擊，網絡攻擊，網絡攻擊，管理。管理，網絡攻擊做得打壞電腦數位系統嘅安全，故所要好好管理。網絡攻擊可以破壞電腦數位系統的安全，所以要妥善管理。下擺來看一下機器人嘅教學，像用係疑問嘅台詞，比如講問人家下，做嚟問 NASA， 誰？哪個人 ？NASA 喺網絡上做當道嘅假新聞，來聽下南市演講。NASA 喺網絡上做改道嘅假新聞。NASA 喺網絡上做改道嘅假新聞。誰在網絡上做很多的假新聞？問所在家下做嚟講哪裡？哪裡嘅電腦數位系統安全管理清楚？哪裡的電腦數位系統安全管理最好？問時間嘅下，做嚟講，哪久？何時？什麼時候？哪下將做的自動化處理亞嘅工作？何時才可以自動化處理這個工作？下一段再來，我留大家向下來討論人工智慧樣板型第3度來應用了。